去会得救，因为恁有迄个意愿，有迄个所行，拢是对上帝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恁心内。以上，即时请蔡行成牧师来讲道，所讲题目是上帝会当改变咱，上帝会当改变咱。同款，咱过来宣告哈，牧师来这嘛拢甲咱讲爱宣告，啊，一切拢会真顺利，祈祷就会当来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通过你的听堂，教会也用的稳定，互阮会当心思意念，互阮的全人能当进入伫你同在的听堂内面，拍开阮的耳孔，也开阔阮的心，互阮听见你的话，照安尼去行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所以，无论伫楼顶楼骹，咱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你想要做甚物代志？你有捌想讲要来改变甚物无？伫你成长的过程中间，耶稣是安怎改变你的生活，改变你的生命的？敢是耶稣忽然间亲像电啊，甲你电一个，突然间你就改变了嘛？也是讲你是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，渐渐来得到改变的嘛？有人会讲，我只要听候上帝就好啊。我咧讲，安尼是讲安尼是对啦，毋过安尼是较消极啊。如果你若想要真正改变，一定要你家己对心内愿意，这是较积极的想法。总是，到底你应该要做甚物，你才会当成长，你才会当改变。是毋是拢要靠你家己呢？还是全部拢赖乎上帝？或者是你愿意甲上帝三甲同行，三甲做工呢？面对这个问题，使徒保罗有讲起，咱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成长，一部分是出自上帝，另外一部分是属于你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《腓立比书》第2章12节到13节，咱阁读一摆来做伙思考。所以，我所听的兄弟啊，亲如恁约法常常顺坦，毋若伫我甲恁伫地时，就现今我无甲恁伫地，约法就用惊吓袅袅带来做成恁家己的得救。因为恁有迄个意愿，有迄个所行，拢是对上帝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恁的心内。你注意来看这段圣经的时阵，保罗有讲起两句话哦。头一句话讲的是，就是恁着爱顺服，爱顺坦，应该着爱惊吓袅袅带来做成恁的得救啊！另外一句话是，因为恁迄个意愿，注意台湾话讲意愿，和合本是讲立志，下决心立志，就是伫上帝伫恁的心内，为着伊的好意，国语讲为了他的美意。美好的旨意，为着伊的好意，行伫你的心内，行。所以你有看到这有两个字，一个字是做成，做成。另外，你讲的就是运行，运行就是来
做工伫你的心内。安尼做成就是属于你的部分啦。你爱立志，你爱立志，你要迄个意愿，才讲意愿。你无意愿就无啊。你心里面有那个愿望，无迄个立志无啊。所以这是属于你的部分。运行行伫你的心内是上帝的一部分。兄弟姊妹，你爱去做成上帝点伫你内面所要运行、所要做工的迄个部分。我跟咱讲，你绝对无法度靠你家己会做工来得到救恩呐。今仔日咱有6个大人，有2个小儿，还有2个专职信用个别来到伫咱迦南教会。我跟咱讲，你今仔得到这个救恩是白白得到的，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，不是靠你家己，你无啥物才调啊。保罗所讲的，是爱你去发展你已经有的这个救恩，你爱做成伫你内面，上帝予你已经有的这个救恩。如果咱在座你已经是得救顶头生的基督徒，那呢，我甲你讲，我私伫遮有几下摆甲你提醒，你千万毋通甲他做一个食黏的婴仔。若无安尼教会一堆拢是老婴仔。你需要改变，你需要继续来成长甲发展。所以你爱伫属灵的生命内面不断来下功夫，爱来改变。所以保罗才会讲，爱继续行行袅袅出来完成恁的得救。迄个得救是有啊，但是爱完成，就是爱继续发展、继续成长的意思。唔通停止你的脚步。伫遮强调讲恁，圣经讲恁，恁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个人，咱拢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就是你要接受，你应该爱负起的责任啦。甲边个人讲，你有责任。所以，上帝爱咱每一个人伫生活中间来成就这个救恩。上帝毋是爱咱，大家人拢总共款，拢一模一样。这个世界70亿的人口，无一个是共款的。甲边个人讲，你是独一无二，表示你唯一的哦，无人甲你共款啊，你遮尔特别啦。所以上帝无爱你去做别人，爱做家己。但是这个家己是啥物？讲你着用行行袅袅出，就是爱谨慎细致。因为上帝爱你，诚做伊用伊的款式，用伊的形象所做迄个特别的你啊！咱基督徒毋免惊上帝，因为上帝嘛毋是要互你惊啊！上帝是你爱敬畏的，互你得到智慧的。搁较要紧的。咱所惊的是什么？惊你会失去，怕你会错过，惊你会失去上帝为你准备的一切。伫你一丝仔无细致的中间，伫咱一丝用家己的心碎粒安尼闪过去的时阵，咱已经失去上帝准备予咱的一切。所以你要认真来看待上帝予你的救恩。因为救恩有永远的意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救恩嘛是关系你生死的大事。你要永活还是永死，这是足大的代志。嘛无有什么比你家己的属灵的生命来得到成长更较重要的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
请你要认真、细致、下功夫来看待这个救恩。所以保罗在讲，拢是上帝来行伫你的内心的啦，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的。所以我讲，这就是属上帝的部分，是上帝互你的生命会当改变啊！你有手机啊，对吧？搁较强的手机啊，互你用一工半了，爱充电无？爱无？爱啦！无你讲，你什么苹果，你倒一排哦，你试嘛是袂开啦，伊嘛是袂当讲话啦，无效啊！所以上帝就是你的充电器，你一定爱甲伊插电，爱连起你，你才有开力啦。你需要做的，以及你感觉这是对的，是合意的代志，上帝要互你开力去完成。上帝要加添你开力，互你有权柄来做伫你的心上。所以上帝要帮助你充电，就是上帝。甲别人讲，上帝是咱的充电器。安尼有相信无？那无上帝，你无开力啦。伊要帮助咱下决心，并且采取行动。伊要赏赐你信心甲能力。上帝要使你有改变的迄个渴望，互你有改变的能力啦。我毋知你有常常咧运动无？你是去健身房，还是伫外面慢跑，还是骑脚踏车、游泳？我毋知你做什么款的运动。当你健身的时候，你在运动的时候，你运动时你做什么？你运动的目的，毋是为着要得到身躯。你运动目的是要发展你原来就有的这个身躯，更较健康，更较臃肿，安尼对无？就亲像救恩已经有啊，但是上帝爱你来完成、来发展这个救恩。所以你捌做拼图吧？有诶500块，有诶1000块，囡仔你算100块就会使，无要紧。你知你要做拼图以前，你头壳已经有这个难度啊。一块一块虽然碎碎分散，不过你捡起来，你头脑内底你有一个难度呢。你只要将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甲伊斗做伙就会使啊。当农夫因伫种田，伫布田底下伫耕作的时阵，因是努力伫发展这个农作物，伊毋是努力来生出一片土地，伊毋是你做土地呢，因是伫遐努力伫发展培育农作物啦，因是努力要去发展这个土地内底所蕴藏迄个生命一切，阿们吗？所以，请你甲边仔人宣告。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甲生活。好，那呢？伫改变的过程中间，属于上帝用什么款方法运行伫你的生命内面，要来带来改变的。相时，我嘛要甲你讲，你爱做出回应啊！上帝的方法第一，咱做讲圣经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到17节安尼讲，既然互上帝默示的经，也有利益伫教示、伫督责，互人归正，因带人学义理，互服侍上帝人练达，便便来行隆重的好事。头拄我有讲，上帝爱咱来成就伊的美好的旨意，对无？上帝爱咱来行所有遐好的事啊！今仔同款，你要行好事，你一定要读上帝的话啊！有真侪人讲，我都毋捌听到上帝声呢。有真侪人一直问我，讲我信耶稣、信上帝，遮久拢毋捌听到伊甲我讲话。我甲你讲，
圣经就是上帝的话，你读落去就是伊对你一直讲话，你无读你听袂到伊的声。圣经会大声改变咱的想法，进一步来改变咱这个人。如果你想要改变，你一定要深入来了解圣经这本册。所以我甲兄弟姊妹定定讲，圣经不是用看的，甲别人讲圣经用读的。圣经爱读就是爱出声。你读中文、读台语、读客语、读英语，拢无要紧，读出声。圣经是爱读出来。犹太人圣经是用读的、诵读啊，甚至用唱的，迄诗篇用唱的，你爱有声音的啦，毋是目睭看啦。毋那干那读，爱个研经。你看咱早起来有15分钟，牧师甲咱解听内底圣经无？这是研经。爱过来背圣经，背哦，背圣经。主要囡仔才背经句，咱大人毋免，干嘛呢？我甲你讲，拢爱背圣经。顶礼拜。南港教会，我南港教会，我有邀请福音主日啦，我邀请永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伟旺总经理来啊，甲阮分享伊生命中的见证。伊讲一项，伊是一个带领1000外的员工，一年永光的营业额是100亿的公司。他日理万机，伊应该阁足无用啊，对无？你知影伊顶礼拜来阮遐2场礼拜讲煞，结束我讲咱做伙食饭，讲无法度。伊的司机随载伊到桃园机场，伊爱去上海甲广州。但是伊3个月前答应我，伊就是照安尼来。伊内底分享一个，互我真感动的。伊讲伊原来英语读无，但是到大学的时阵。伊下一个决心，将腓立比书对第1章第1节到最后1章的最后1节，总甲背起来。毋来背中文的，阁背英文的啊，对头背到尾。有足奇妙代志发生啊！当伊甲这规卷的圣经背了，上帝开伊的智慧。那伊读册改变，伊后来考到大学是清华大学化工的化学系，后来要出国读硕士，一直后来伊搁伫美国摕到化学的博士，才读册。上帝互伊开阔伊的智慧，伊讲拢是对背圣经来，毋来伊背，伊知伊的囡仔对出世，对2岁3岁开始。因的囡仔拢总是读圣经甲背圣经，有4个囡仔，上大的即马大学4年级，嘛是共款。伫厝里佫带因兜家庭这段是读归纳式查经，伊咧带因兜人拢读。弟弟妹妹上细汉的，国中2年，全家逐工拢安尼做，真奇妙。你知影伊伫教会才无用，爱伫公司才无用，伊爱伫教会服侍啥，你知无？因教会伊伫台北教会是有英文啊，爱同步翻译，就是有耳机，因为足侪人爱听英语的。牧师讲到，伊伫台下骹一个空间内底，就是将牧师同步，伊随讲，伊就直接改翻做英语安尼。外来讲员来，伊嘛是不管中文翻英文，还是英文翻中文，伊都是同步替教会做这个代志。一个过去困难的人，但是上帝开伊的智慧啊！真奇妙啊！我听到伊见证，我真感动。甲边仔讲爱背圣经啊！这背圣经就是刻掉伫心内，刻落去。书到用时安那？哦，足少啊！怎么想要爱拢找袂出来，足艰苦的安尼。啊，咱宁可早背起，敢若咱咧欠钱欠伫囡仔，欠足侪上帝话刻伫摊的头壳底，安尼好无？感谢主。
所以唔拿爱背圣经，爱搁爱默想圣经啊，爱默想，认为三思上帝话，迄人是有福气的。诗篇第1篇安尼讲对无？佫要紧就爱将圣经话运用伫你的生命内面啊，你的生活中间啊。当你如果上帝话进入你的生命内面，你就如会当互上帝来改变你这个人啊。当有人甲你讲啊，我实在是无啥物信心啦，嘛真侪兄弟姊妹来甲我讲，我无信心呢，牧师，我就甲伊讲，你有读圣经啊无？你到底你期待什么？罗马书第10章17节安尼讲啊，安尼信是出伫听，听是对基督的言语，听是对基督的话来啦。耶稣基督是道对无？道就是话，上帝话来到世间，道成肉体耶稣。咱要信耶稣，先爱信耶稣的话，信圣经的话，阿们吗？所以上帝。伊伫改变咱的过程，第一项爱用的就是圣经上帝话啊。第二，咱做伙讲圣神。上帝将圣神就是圣灵放伫咱的内面，这就是咱改变过程迄个快乐的来源啊。罗马书8章11节安尼讲，独独互耶稣对世人中国活的，伊的灵若徛起伫恁，就互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活。也要将伊的圣灵，就要徛起伫恁的，互恁也会死的身躯阁活起来，会死的身躯阁活起来。有倒一个人身躯袂死？这个一定会死的身躯，安怎会当活起来？就是通过圣神啊！多谢咱的祈祷，八仙乐园啊，500几个人受伤的。啊，搁伫家护病房内面200几个啦！我甲恁讲，这等于500个家庭陷入一个真痛苦的内面啦。这个人是等一世人才会烙印，才会火烧的焚烧伫因的生命，伫因的身躯内，这对因一世人啊，甚至叫2个人死啊，对无？讲这礼拜是危险期，死亡的危险期呢，啊，搁100外200个伫迄个危险的中间啊，偌济人啊，搁靠夜克魔伫活呢。我意思是要讲，咱这个有限的人，需要上帝灵充满伫咱的内面。圣灵若带伫咱的心内，就要带予你快乐，带予你全新的生命。上帝要将伊大快乐、大权能进入伫你的生命里面，因为圣灵、圣神就是上帝。甲边人讲，圣神就是上帝。拄则咱咧念圣神上帝。圣神就是上帝，圣神就是上帝本身。当你将你的生命交给上帝，伊就要进入你的生命内面。我听到真侪兄弟姊妹甲我见证，过去我无会遮尼久长期间，带领兄弟姊妹互圣神充满，互圣神踮伫伊内面。当有圣神伫伊内面，因的生命得到改变，因活出侪侪见证。嘛，真侪人因为领受圣神的充满甲启示，因的生命得到转变。我甲恁讲，上帝到达犹原较无要伫你的生命中成就伊的工作，最后目标就是改变你。上帝要通过伊的话，通过伊的灵来改变你。伫我的教会讲，这叫做两支舌双翼，两支舌骨。一支是叫做上帝话，一支是叫做上帝灵，互圣经甲基督上帝灵做伙做工啊。当你若无要回应上帝话，也是圣神的时阵，安尼上帝要使用第三种方法来改变你啊。咱讲第三种做伙讲环境，上帝要通过环境来改变你。我毋知你有偌济读较听的问题伫你内面。你有偌侪伫外面的痛苦、甲困难、压力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只要拄啊掠掉你的注意力，你的注意
你注意什么代志，拢注意伫遮。真平顺的时候，你逐项拢无安尼嘛过，逐工嘛过，安尼嘛足好，安尼嘛好，对无？毋过你这足疼的，这足艰苦的，这你会害惨，你有注意啊无？顶一出牧师讲道时捌讲啊，这痛苦、这艰难，就是上帝的麦克风，对无？上帝足大声对你讲话，对无？我安尼讲，你有听到无？安尼有听到无？遐困难甲艰难，这环境都是上帝互你的麦克风啊！伊大声地对你讲话，伊头前这两下你拢无注意啊。罗马书第8章28节安尼讲。个咱在万行事三甲来，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人啊。咱拢是照上帝旨意呼调来信主的人。今仔日万行事，我甲你讲，万行事包括环境，包括好事、歹事，叫做万行事。逐项代志拢是三甲来，斗来，是要听上帝人得到利益。阿免。若无上帝允准，无一项代志会发生伫你的身上。含你的他们，上帝逐支拢算过。安尼，这个譬如就是讲，安尼微细甲一点点啊，上帝都知影，敢毋是？上帝使用这一切。来成就伊一切好，伊并且将这个代志要完成伫你生命中的计划。其实你的问题对倒位来无重要啦。你敢一直问讲，哪有这种问题？哪会是安尼？你问这个问题无路用啊。较重要的是，你爱互上帝来掌权。安尼，才会当互这个问题伫你的生命中来磨练你，来改变你，其实一个目的啦，为着互你更较亲像耶稣，学像耶稣，会当互这个问题来帮助你更较亲近耶稣。有时上帝要互你更较亲像耶稣，伊就要带领你行过耶稣捌行过。这个生活甲光景，你捌想过无？你读圣经时，你看到耶稣，耶稣有足孤单过无？耶稣有一个人足孤单的无？你看伫克西马尼园，伫这个遮尔要紧的时，讲大家拢伫遐拄久伫困啊。讲你哪袂当陪我，甲我警醒点仔久啊？袂无法度咧。我心内意念，我就体软正咧，啊无法度啊。耶稣有孤单无？耶稣开始传福音，旷野40天受试探有无？点食？有真侪代志，耶稣伫圣殿有去圣地无？有受去无？有啊，伊伫迄个所在车道遐道顶有无？看这法利赛人甲这祭司伫做诶代志无欢喜对无？耶稣有受去无？耶稣嘛，这法利赛人过无？我跟你讲，迄个时刻，耶稣嘛感觉足失志的，足沮丧的，你知无？甚至强要失去耐性啊！上帝应允伊的囝耶稣捌经验这一切。你感觉上帝敢会免除伫你生命中有这经验吗？咱拢会啦。无所以你讲，人生不如意的代志10项有8、9项，对无？毋过你放心啦，信耶稣大概10项5、6项啦，尔啦，嘛是还佫会拄着啦。希伯来书5章第8节安尼讲，讲虽然做囝，也要对所受的这苦难来学顺服。虽然耶稣是上帝独生囝。但是嘛，要对伊所受的这苦难来学会晓顺服啦。耶稣都顺服，你敢免顺服？甲边仔讲，咱爱顺服，顺服才会蒙福。那安尼，你要安怎学习顺服咧？上帝通过伊的话来做工，
然后通过圣神的感动来引带你。我阁讲，那这两项对你拢无效啊，安尼上帝就要通过第三项环境。箴言18章12節安尼講，箴言18章12節安尼講，講敗壞的大聲，人的心是驕傲，尊貴的頭前是謙卑。咱做伙講，尊貴的頭前是謙卑。我係講，千萬唔通驕傲，唔係要敗壞啊嘛。所以你讀到這段經文的時陣，我求上帝使你有氣力，將你內面迄個自我中心給刷走。這是上帝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。如果你若無法度互上帝話佇你的內面，互你學到謙卑，伊可能會用另外更較特別的環境來調整你，來破除你。上帝要互你謙卑，是一件足簡單的代志啊！我跟你講，上帝有101項方法，互你完全會當改變。伊這項無效，伊就個使一定有方法，直到你完全順服為止。佇日常的生活中間，當你知影你需要改變，但是你卻無愛改變，人的心是真硬啊！除非你感覺代志嚴重咯，無步無路啊！頂個月，我南崁教會一位兄弟來找我，牧師，我得到肺癌第3期的，我開始要接受治療，替我祈禱。伊是一個原住民的兄弟啊，教會真久啊，已經佇南崁教應該超過15年啊吧。佇昨拜六，阮教會開第4期，也就是第7班的文道裝備的課程。伊即期來報名，伊還佫佇做3擺化療，做做幾啊禮拜，伊一禮拜做5天的這放射治療。伊照顧這已經足忝啊，害慘啊！伊來上課，一屆上課是2點鐘，我上課是2點鐘，這裡啊。下課了，伊來甲我講，因為阮遐討論，伊下課佫找我講，牧師多謝你。甚至伊也幾啊拜2暗來參加祈禱會。這是過去從來唔捌，所以祈禱才佫唔捌啊！伊甲我講，我對上帝真虧欠的。牧師你講，我嘛攏無聽入去呢。毋過一擺，我真對伊感謝上帝，伊做甲即馬，伊感覺伊攏佫會堪治呢。3擺化療，伊講伊無啥，敢若第1擺啊出，伊無啥物嘔吐。這毋是上帝予伊的真特別嗎？醫生佫甲伊講，到目前為止，你的進展，你身軀真好勢。伊佫私底下甲我講，牧師你知影無？我已經戒薰佫戒酒啊！哇，哈利路亞！我甲你講，除非你感覺代志嚴重啊，走投無路啊，無你袂做改變的啦。伊講我感謝上帝提醒我。上帝有時會用一寡暴風雨進入你的生命裡面，然後再跟你講，即馬就是這個時陣啊，是你改變的時陣啊，你要做出改變。唔通過去這歹習慣，唔通過去這無好的念頭，繼續給你拔掉咧啦。第二部分我要講的就是在這個改變過程中間，屬於我的部分啊。咱做伙來講，第一項，選擇我的思想。我跟你講，成長袂自然、袂自動發生的呢。
成长嘛袂被动，家己就撞入来嘛袂啦。甲边人讲，改变一定要选择。改变在于选择，对吗？我会当选择我的思想，选择我要安怎想。箴言4章23节，也是我常常甲咱兄弟姊妹用的经文，讲你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伊是活命的君王，这是台湾话圣经啦。和合本的圣经讲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这句话现代中文译本改翻做讲，所思所想要谨慎，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的。你所想的、所有的念头，爱着谨慎，因为你的生命是对你的思想定型的啦。这现代中文译本啊，所以遮你讲的心，就是你的思想，要保守你的思想，保守你的心头意念，因为你的思想就是你本身，你的想法唔那会引带你的生命。我搁甲你讲，你的思想、你的想法就是你的生命啦。你今仔徛伫遮，是因为昨足久以前的你。安尼想，安尼做，才变做徛伫遮即摆的你，对无？明仔载甲2年、5年后的你，是你对即摆徛伫遮的人，你决定要安尼想，要安尼做，3年、5年后，你就变安尼啦，阿妹吗？卡数，咱叫做足大的、巨大的荧幕有无？荧幕伫遮对无？若是这个荧幕顶悬，当看到你的思想，敢若亲像电影安尼搬出来哦。你想啥拢总搬伫这电影顶悬，你即马开始看，伊拢演互你看，啊，这就是你的思想。我讲你可能惊一个，你讲毋敢坐伫遮。我咧讲，买当互你搁较真正认捌你是啥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无论你要做出甚物款的改变。这个改变拢需要对你的思想的改变来开始。以弗所书第4章23节到24节安尼讲，讲个恁的心神着换新，爱穿迄个新的人，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。所以当你做基督徒了后，你已经改变你对上帝的看法，改变你对家己的看法，嘛要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甲对别个人的想法看法，改变你对生命的看法，就是改变你的价值观。你会开始用无同款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人甲代志。如果你想要改变，安尼你就要对改变你的心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开始。相信的讲阿们啊，阿们吗？一定要改变。所以第一项就是选择改变你的思想。第二，咱来讲选择挖靠圣神。选择挖靠圣神。咱拄则伫读启英文的时阵，就是拄啊，咱读到甲即么我要讲的约翰福音15章共款第5节安尼讲，讲我就是葡萄树。恁是枝，伫我也伫伊，就要结果子多多。因为甲我相离开的，恁就袂阁做甚物，恁就袂迄个减一字，就袂阁做甚物。若无伫耶稣基督内面，拢袂当做甚物啊。树枝离开葡萄树，就袂生葡萄啊。枝无法度靠家己来结果子，枝的确就要结连伫葡萄树内面。所以甲边仔讲，我一定要结连伫耶稣内面来。有真侪基督徒，拢靠做工啊，拍拼做工，啊做到要死，你拢甲张老啊，甲牧师讲，牧师我足忝的，我做到要死哦，因为你一直做工，做到足忝。
真侪人拢要靠做工来得上帝欢喜。其实我阁讲一摆，迄是你咧靠家己啦，靠行为，无靠圣神是无够野的。你要知影，你需要我靠圣神，安尼要知影你是我靠圣神。我甲你讲，检验你的祈祷生活。我真欢喜，咱教会今仔就报业一个叫做半宵祷告会哦，佮鼓励咱爱做即个禁食祈祷哦，有无？有啊无？有啦。我记得我初来的时阵吼，我伫小会我问讲，这祈祷会人遮少哦。伊讲我即马都减少，我讲加强。我嘛捌鼓励咱，会感谢主。我听讲咱即马教人教会祈祷会大进步啊呢。阿免。祈祷就是火嘛。我拄啊去南崁教会的时阵，头4个月我拢参加，我无做啥，我就去。10个人祈祷，阮兜就占3个，所以会友才来7个。安尼袂使。4个月了，我甲小会甲教会讲来祈祷会我来改变，我来主持。过半年后，即马20几个。过经过即马1年外，30几个。现主是即马祈祷，逐个礼拜有40个来拍拍啊一个哦，安尼哦。感谢主，这毋是要夸口什么，是爱祈祷。安尼也无够呀。两礼拜2，第一摆，因为我来的时阵，我感觉牧者家一个也无够，我就甲罗德区、甲南港这地区，我就找几间教会拢超够派。我讲咱做伙祈祷，牧者先祈祷，咱做伙坐咧祈祷。经过1年的祈祷，我讲安尼，我就问南坎林良堂牧师，我讲恁拢当时祈祷会，我拜祭，我嘛拜祭啊，足好拄好。我讲你即马几个人？我讲即马30几个你祈祷。我讲我嘛30几个。我讲安尼吼，无咱做伙好无？一季来一摆，联合祈祷，固定一季来3个月咱一摆。6月30，即摆是第一摆拜祭啊，第一摆去南坎林良堂。感谢主，迄天超过100个人来祈祷会，来拍拍啊一个哦，100个。南港教会大概去40个左右，因去60几个，所以安尼感谢主，会改变。无论你祈祷什么，迄就是你倚靠上帝的所在。倚靠上帝是要持续不断的祈祷，无论你要甲上帝求伊的祝福，求上帝帮赞。迄就是你祈祷的所在，因为你知影上帝甲你三角伫内，所以无论你做甚物，你要向上帝祈祷，迄就是倚靠圣神。第3项，咱做伙讲，选择回应环境。上帝资源甲你的选择有一个平衡的关系啦。上帝有伊的资源。所以你应该爱通过读圣经，因为耶稣是道，读圣经就是明白伊的话。上帝有圣神，所以你选择倚靠伊。同款，上帝要使用环境，所以你要选择对环境来做回应。不管你即马处在是什么款的境遇、什么款的环境，你爱回应上帝伫你心中所有的一切。雅各书第1章第20到第40安尼讲，讲恁陷落伫最因为试炼，拢着掠做欢喜。国语还说你要以为大喜乐，国语安尼讲的，掠做大的欢喜，因为知恁信的经验会生出吞论，独吞论，互伊会到成功，互恁会完全交臂，无所欠缺。所以你经历顶头生，你就爱伫救恩的顶端开始来成长、来发展，互伊搁较完全啦，无欠缺啊。有一个犹太人的心理学家叫做 Viktor Frankl， 一张 Viktor Frankl， 伊是一个犹太人的心理学家。伫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伊由德国
纳粹该关伫集中营啊、集中营内面啊。这纳粹的兵啊，将伊所穿的衫裤内底外面，甚至伊脚穿的鞋，拢总该摕走，规身躯甲烫光光啊！甚至伊的手有一个伊结婚的手指，嘛甲伊拔去，伊啥物拢无啊！伊家己安尼讲，伊讲伫迄个时刻，伊明白一项代志，就是我的外面的一切，因拢总甲我摕去，我可能一项拢无剩啊。总是我的内面的，因无法度甲我抢去，因为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经历到我对环境的回应。因为我有上帝伫我的内面，阿门嘛。迄叫做伊讲，迄叫做终极的自由，迄叫做终极的自由啊！兄弟姊妹，你无法度选择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我讲来当选800落，迄500人拢无要去，你同意无？无一个会去，佫交钱，佫交1000块啊，交偌济，爱去报名，佫交门票。你会知影你袂去啦？无人知影明仔载，你嘛无迄个选择权，但是你会当选择要安怎去面对甲回应。无论这会造就你，也是互你感觉破碎；无论这互你感觉痛苦，也是美好欢喜。无论这个代志真做你成功的一个跳板、踏脚石，也是真做你失败绊脚石，互你，甲你骑啊用要倒去安尼。但是你会当选择，你要安怎回应进入伫生命中的环境。若是有人甲你批评啊，足侪人甲你批评啊，甲你攻击啊，你就爱家己提醒讲，无要紧。因为我知影是上帝伫掌权，伊会替我征战，我得胜到有剩，阿免。然后人甲你讲无物人啊，我听讲你即马破病呢，我病甲真严重哦。我想你一定足艰苦的吼，我都接受着无？你都爱改应，毋是啦，我会当接受，因为我知我的生命伫上帝手内啊。我有真正的平安，阿免。若有人甲你警告，听讲你吼拄到足侪困难呢。我嘛知影讲世界有足侪人吼，要对你用迄真不利的手段要对付你，你知无？我甲你讲，你都爱甲回答啊。对，你讲了真对，这拢是真的啦。总是我无烦恼，我无担心，因为我知影上帝比这搁较大。无人会当赢过上帝，因为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凡事拢会，安对无？关键是甚物？毋是甚物代志要发生伫你的身上啦。搁较重要是你安怎来回应，才会发生伫你身上的代志啊。迄是一个选择啊。你甲无共款的人，囥伫共款真恶劣、真歹的环境内面。我讲，有人是赢家，但是有人是输家，安对无？有人赢，有人是输啊。有人伫一直怨天怨地，一直埋怨，对无？但是有的人，伊会晓感恩，伊也永远的感谢。有人将环境转变做伊生命的金矿，你知无？我这有一个金矿，你欢喜无？你都食袂了啊，你都用袂大，敢是？你有没有金矿在你生命里面？也许痛苦就是你的金矿吧。最后我要讲罗马书第5章第3节、第4节，这段圣经保罗安尼讲，这段嘛是林书豪最近登来对无？这伊上爱的经文啦，林书豪最爱的经文啦。若是安尼，就是伫患难也爱欢欢喜喜，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。吞忍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软盲。
咱做伙讲，患难生出吞论，吞论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毋忘，老练生盼望啊！上帝伫咱生命中会结出圣神的轨迹，对无？圣神的轨迹有啥物？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吞论、温足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准则，节制叫做准则，对无？但是我甲你讲哦，上帝常常甲你用迄个颠倒版的状况环境伫咱的中间，要互你来学习啦。来，咱来学习仁爱。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上帝就将遐无可爱的人拢放伫你的边啊！安尼，啊，你阁听会落去无？你有法度有仁爱无？当你讲啊，我要来学习喜乐。我甲你讲，上帝就将做迄悲剧，将你想袂到迄个灾难甲痛苦，放伫你的边啊，甚至互你来分出来，什么叫做快乐，什么叫做喜乐，这嘛是无共的。快乐可能一时久，喜乐是一直伫内面有一个水泉共款的。你有想要学习和平无？伊就甲你放伫真混乱、争战的中间啊！你有要学习良善无？哦，伊可能放伫一个真败坏、最试探的环境中间啊！你讲啊，咱来学习节制、准则。我跟你讲，安尼已经甲你送去迄个食甲饱吼，吃到饱迄个buffet哦，食免惊迄种的，好无？啊，你就学习节制啦。哇，咱边啊做者百货公司，我看咱这边啊，哦，年终跳楼哦，2折大拍卖，哇，今仔无去抢袂使哦，啊，你就学习准则一下安尼。上帝稳准做颠倒版的状况发生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是要帮助你会当成长啦。什么是你想要爱改变的所在？改变的困难是对上帝的困难。甲你的选择来啦！当你做对的选择，做对的代志，上帝要加添你信心甲气力。上帝爱你去做一件代志，伊得较大声将伊的气力赏赐予你。无论你想要改变什么，拢需要有上帝甲你相甲做工，互上帝做工伫你的身上。如果你愿意解决，愿意改变。上帝就开始伫你的内面来做工，来运行啊！上帝嘛要通过伊的话、伊的圣神来成就这一切，互你当做出改变，互你伫环境的内面成做得胜的人啊！所以改变是开始了，这是咱的选择。最后我要讲一项啊，吼，也是安尼来激励咱兄弟姊妹。我昨有特别甲咱开小会吼。我甲小员讲，我要来讲，会使无？因讲好啦，你讲啊。因为我看咱的周报啊，咱30月底，咱就是庆祝50周年，对无？咱逐工拢有伫即个咧祈祷，对无？我看到周报，你拍开，我看周报讲，咱预算吼爱奉献80万，为着咱的50周年的庆典，对无？但是我甲拍开第3页，目标80万。累计到即马158000，我看着用冷气，吞无3个月，安尼哪会使？昨昏佫报告，即届毋是用80万，总共要用977000块，啊，我甲当做100万啦。要用100万，即摆会友500几个人聚会会友，才奉献到15万，安尼是袂使啦。咱无用行动哦，咱无改变咱。所以我要搁一摆鼓励啊！楼顶楼骹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你注意听，这是咱的家。嘉南教是老年甲蜜的地，这是一个丰富的所在。你对上帝领受稳定，对这间教会得到祝福。今仔日这教会生日50岁生日对无？是不是大生日？安奈安尼做？厝里的一切是要厝里家人来承担，安尼对无？甲边个讲，我们都是家人啊，咱拢是厝里的人啊。
用阮我安尼讲，500个人，我平均啦，我敢若讲500，莫讲较济。一个人若愿意为着即个事奉献1000块，安尼就50万啦。我相信上帝中间有个人能力，绝对有3000、5000、1万的，一定有这个能力的人。但我敢若讲平均，兄弟姊妹，我毋忙后处处，因为我拢会看到周报啊，伊就寄互我。我毋忙真紧看到讲，30万、50万，咱有奉献啊。因为时间伫要到啊，足多代志爱做。因为我昨开的，你昨开的开到11点半，遮多代志到互你进行啊。但是我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兄弟姊妹知影，这是咱的家，咱的家庭需要咱伫上帝的所在散发出来，因为上帝要改变咱，阿妹吗？做伙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阮会当伫迦南教会成做一家人。主啊，我